坐下。用。要签名。公会36页。跟住哈，助理阿领人哈，副领人各位组长吼，各位前面大家晚安。有即个学习的机会哦，足感恩的啦。只是讲后即个台语吼，有当时可能念了无介正确吼若有遇到吼，私下吼帮忙指导一下吼。要看迄个34页个。大概37啊，36页16页吼，有两日吼，有一当主有对方过吼，唱上机结吼，规零一文便出结吼，未见本性吼，虽未忘教授早熟大义，虽问当主上车好结吼，当主面对甲了不低吼，后读做甲了不低。大师言细节先细数台目的反复依法原文题总结来看吼，若无台语贴附依法归第6组吼。新受上座南王表上书无上结吼，大师认为该上依此结修，免为恶道，依此结修有大利益，为人法。我就要上处结来申言，上人我处大规8个外月吼，8个2月未曾行到当前，望上人谨旨决田礼拜。即有咧介绍讲吼，因为即个以前先有即个新秀大师有做迄一首经伊算做较注重即个有形有相算做阮禅修的法门菩提毋是是规讲身是菩提树身体身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无事惹紧算为即个有形有相安尼来咧，算禅修的法门来咧论所以讲未见本性人这做慧能祖师这个地位真正足高超的敢若听安尼讲过安尼就有法度人知影讲未见本性地位真正够悬。即个经文内底有迄个讲做觉了的互咱听迄人一个道亲的前贤者迄可能一个单元迄电视上拢有伊个节目人中央的救援拢过去访问电视台嘛有去采访做李瑞烈老师李瑞烈老师可能为前面者捌听过伊讲这觉了爱做觉了呢，讲若觉了变成原始的民族就是惊即个拍打的安尼无共款安尼照讲这意思是讲咧将即个六祖慧能当作是原始的民族他有做咱讲未开化的以早台湾咧讲做较原住民比原住民佫较歹听，讲做生番青番若迄变古族的讲做疏番疏离疏嘛疏番
地域较讲安吼，较细个，包括韶关吼，迄偏沙族个吼，像迄西拉雅吼，西拉雅族啦吼，如果讲吼，有人甲叫讲一个西拉雅，我袂使咧叫，袂使咧讲，讲安尼吼，迄听起来吼，讲拢袂爽快，西拉雅较对啦吼。对所以因为我讲爱听偏沙族个啦。这个吼，讲较辽的较绕啦吼，辽的是绕的吼，一直到这辽吼，毋过台语的音爱讲啊，这像迄绕啦吼，安尼音就像迄北绕啊，角落吼，角落啊吼，这个音吼加这个绕吼，都变成相共了吼。以早吼，安尼听讲这甲辽吼。甲辽吼，人迄真年轻伊讲爱读做甲绕吼，变成即个绕音呢吼，伊就拄仔论啊，就讲甲辽可能是咧讲拍奶啦吼，打擂啦，若甲绕甚至讲迄个啥，甲原住民啦吼，较未开化的吼，迄个民族啦吼。若安尼讲来，应该是讲咧讲较未开化嘛吼。迄是唐朝迄个时代吼，五岭以南、岭南嘛吼，岭南广东地区迄拢算做较未开化的所在嘛吼，较咸的所在嘛吼，所以伊个意思用咧讲做未开化的民族啦吼。其实六祖的爸爸是北部的吼，北部迄文化足悬的所在，因为做官吼可能。讲话较直咯，直实着人吼，官场拢担免讲话讲了较直吼，就直实着人吼。历史上足侪体会，拢通激发人的个性啦吼，错误啦吼，就遭受陷害吼。历史上第个例吼，就了像迄种型的吼，无照讲是做甲像讲一个地方的县长，一个地方的首长的吼。六祖的老爸吼，哪有成就的呢吼？尼做官吼，去受人吼，即个算做反击的吼。即马会流放到即个边疆啦吼，到岭南即个所在吼。第一家境无好啦，所以讲在遐咧散的吼，可能讲要去读书学读册啦吼，所以即个六祖当经内底定定咧讲伊拢毋捌字吼，毋捌字吼，竟然听迄话听过，佫有法度领悟吼，迄就是讲前世有修啦吼。迄个来讲八识当中吼，早就拢有欠的啦吼。咱知影讲六祖慧能祖师就是地藏菩萨吼，地藏菩萨的转身吼。咱看迄个有教册哦，讲释迦牟尼佛要涅槃要离开世间，进前讲将即个教导众生的责任交代互即个地藏菩萨吼。安尼地藏菩萨吼，即个责任足大的吼。地甲佫空世不生佛啦吼，大誓愿吼，大愿啦吼，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吼。所以地藏菩萨的慈悲会当转世做六祖慧能祖师佫得到即个禅宗的衣钵，做第六大祖吼。禅宗的即个经典六祖坛经足无简单的呢吼。禅宗安尼一花开五叶五叶吼，结果自然成规达摩初祖安尼到六祖慧能祖师会当有经典伫即个世间，足无简单的呢吼。达摩祖师是讲这18罗汉内底一位呢吼。咱六祖呢，佛教内底讲修到八地菩萨啦八地菩萨不同地啊，拢有法度克服咱的五执啊，克服咱的五执的法执啊，具身我执的是讲这第70愿说的，具身我执会当去除掉都无简单的袂安尼起心动念，会当修到一心不离乱咱知影讲因为为识较难啦第70愿说讲有具身我执，与生俱来的我执，佫一种叫后天的法执啦
破五级要变阿罗汉，破法级要变菩萨，这境界还佫较悬啦吼。即个讲到遮讲伫边仔去啦吼，歹势。我个安尼想讲有人来做比如讲书遮尔慈悲吼，拄好有即个人做山顶咱天下足地众生会当来学习研究即个经典然后拄好配合咱点老师讲咧，传即个要讲解即个金刚经这拄好上配合。做单经算做金刚经的法门因为若做就是听着金刚经的迄个上重要的经验是听到地呢，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会当言下大悟当讲着啥物事本一明咱点老师常常咧讲迄个开悟的法语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不著，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永生万法，事本一明所以讲迄个智慧足高超的啦互我真惭愧讲，即个学来做单经学毋免两三轮太无法度做像迄种机讲开悟见性迄个机，所以讲迄个不断的努力继续学习啦真惭愧讲捌字的看即经册有当时落回看落，人来做讲毋好做毋捌字，就是讲无去迄个学校受过迄个正式迄个教育的，人听过尔佫会开悟所以不断的努力啦欠一寡迄资粮嘛有资粮位嘛欠迄资粮。即摆来佫来学习即个做讲。偏偏咧讲做结啦人身受大师的，迄是算大乘法门安尼虽然是讲修的对修心啦修咱的身体修咱的心嘛修身心嘛开一手嘛迄嘛是大乘法门安尼咱若儒家拢较注重即种讲修身养性嘛修己以安人嘛修己以安百姓嘛修己以安人嘛修己以安百姓嘛咱若看《论语》迄个为政者为政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譬如卜筮其所以众生共治迄个经济正南民之意啦，就讲迄个政治化修己以安人，修己